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对昨到今仔日连续2天，中科院伫咧屏东的救兵基地进行机密的飞弹试射，而且试射上悬的弹道高度无按外观是无限悬。就伫这个时阵，中国迄边佫传出几若架战机飞入去咱的西南空域，加上昨昏网络顶头陆续传出讲，咱的试射是失败的假消息，国防部谴责中国迫害区域的和平。有2万多人追踪的微博口罩 TG 战略5，初九发布中科院迄天早起10:40试射飞弹失败的信息。不过，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分图，迄当阵恒春半岛的空气是真清气，并无飞弹气流的分热。加上中科院发布的管制时间是早起5点至7点，所以证明佫是为中国来的假消息。中科院初九、初十这2天，伫咧屏东的高屏基地做机密的飞弹试射，试射上大弹道的悬度是无限制。就伫咧这个敏感的时机，中国佫派军机侵入台湾的西南空域，而且传出有24架军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机，注意，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另外，还佫传出中国包围东沙岛，情形是真紧张。参谋总长黄曙光去向山指挥所指挥，加在是有惊无险。国防部讲这是假消息，不过有证实中国军机有几架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空军立即派遣对应的空中兵力严密的监控应处。解放军包围东沙岛这项讯息不正确，是不实的报道。中国空警502警机出现伫海峡中线西面咧飞，甚至往金门附近的空域咧侦搜。空军强调讲，有充分掌握台海附近的海峡空域。中国军机真正出现伫西南空域，互外界又讲，中科院敢是试射天宫3型精挺防空飞弹，因为射程的高度提升到70公里。那中国飞弹进入大气层的时阵，会当直接哪早甲拍落来。对于这种例行的这个射击的内容，我们都不评论的。天宫3型，它如果说研发成功，可能3到4套就可以涵盖台湾的主要空域。那跟天宫2型还有爱国者3型可以做一个高低配。学者分析，中国军机入侵西南空域，主要是要传达政治的信息，想要转移大家对中印边境冲突的注意。针对中国军机侵入西台湾，造成台湾空防压力加悬。学者指出，空军的后勤医保能力比中国要更加优秀，会当应付相关干扰台湾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甲印度嘛无平静，中国甲印度这2个国家已经有45天唔捌相战，也毋过前几日传出互相开枪的冲突，双方拢讲是对方的起事。中国甲印度爆发1975年以来头一摆开枪冲突，两国拢指控对方伫喜马拉雅山西部中印边境的拉达克地区首先对空中开枪威胁。印度媒体国际亚洲新闻社刊登的相片显示，50到60名中国解放军抓着军也佫有亲像关岛的武器，到两国的实际控制线逼退印度军队。网络上是流传一支影片，敢若亲像就是中印军队在拉达克边境河谷相拍的画面。अभी इंटरनेट और मोबाइल वगैरह नहीं चलने की वजह से अभी हमें बातचीत नहीं हुआ। इतना हमें ज़रूर पता हुआ कि आज रात को काफ़ी लार्ज सर्कल पे 1.5 घंटे के तरह 1.5 घंटा फायरिंग हुआ है, आर्टिलरी फायरिंग हुआ है। आज सुबह 3 बजे वहाँ पे फायरिंग शुरू हुआ, तो जिससे पब्लिक में एक डर सा माहौल पैदा हुआ है।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旗下新媒体军事报道，初八暗时也伫微博公开解放军的西藏军区特战队员伫四星公丘高原空降得分的画面，经过印度意味是真高。中国外交部指控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讲是印度首先开枪的。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印军在行动中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举措，稳控现地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印度军方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印双方协议，是严重的军事挑战行为，性质非常恶质。印度陆军继续发表声明，号令越线甲开枪，反抗解放军逼近印度军队的阵地，对抗开枪来恐吓，双方是一边讲一款。
中印两国在1960年18爆发边界战争，谈判到即阵无结果。今年5月，中印部队伫拉达克对立，6月中伫加万古爆发死伤冲突，8月底有过一名印度种族军人打着地雷爆炸死亡。两大有血处的国家隔45年搁再开火，局势是真紧张。记者自综合报道。希腊的第三大列岛列士波斯岛昨昏传出火烧，岛上的难民营强强被烧了了，加在无人伤亡，也毋过即马有万外人伫岛命无地大，只当困伫路边。希腊的总理已经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欧盟嘛答应讲会去斗3天。看到营区搁着火，难民包袱款款的紧走。希腊列斯波斯岛的摩利亚难民营，找到半暝，短时间内几个所在着火。警方为着阻挡大批的难民要入去城镇，所以封锁部分的车路，互万外的难民有路无处，全直接困伫路边。The events of last night are the result of 5 years of progressive confinement and containment policies run by local government as much as European governments. We are all shocked but not surprised, as this situation was a time bomb that we were expecting to explode one day or two. 摩利亚难民营原本敢若会当收容2700外人，不过煞带到13000人。长期以来超过环境的负担，生活条件真歹。当地媒体报道，有35个难民去为着新冠病毒，煞无愿意接受隔离。希腊的官员讲，这场火灾甲疫情有关系。Το δεδομένο είναι ότι η πυρκαγιά ξεκίνησε από ετούντες άσυλο μέσα από τη δομή με αφορμή την καραντίνα. Δεν έχω κάποιο παραπάνω σχόλιο να κάνω από αυτό.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列斯波斯岛进入紧急状态，会投入全国的资源来援助。欧盟嘛表示，会先予400个未成年的难民去希腊本岛做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低压的影响，天气较无稳定。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方面回过咱台湾北部的海面，因为结构无够杂北，有较弱，所以若讲到落雨，主要嘛是过昼了后的西北风会较明显。今日各地拢有机会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山区也有北部、东北部，较有局部大雨会发生。若是乌云吹过来，就会落短暂阵雨。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到33度。另外要提醒乡亲，今仔日会知影西半部空气品质无好，扩散的条件较歹，中部的空气品质是感冒式的急速，出门建议爱挂吹安。即马是虎头蜂的生炭期，这款蜂性地较歹，防定着有性命的危险。过去挽蜂收拢是消防局咧做，也毋过2当前是改换农委会编经费来补助，也毋过明年农委会无编这条钱。台东县政府即马是讲，到时凡是爱用志工来斗3工。台东布农族的老人吉亚努侧背伫咧武陵部落附近，甲即个会危害族人的大虎头蜂的蜂箱处理掉，要甲60公斤重，去互忘掉的蜂箱内底可能有2万多只虎头蜂。因为秋天是虎头蜂的生产期，为着要保护蜂仔囝，因会变甲真歹，看到人的攻击，防电甲伤严重的死去。他们看到人很远，他的家很远，他就开始屁股都一直要弯的，要咬人。毒蜂毋是一般人会当做的，过去民众拢是请消防队员来毒蜂，毋过伫107年开始，中央甲毒蜂掠走的勤务交予农委会补助经费，互各县市来执行。毋过台东县的财政有困难，今年地方预算加上补助款200多万要发包，可找无厂商来做。明年中央无搁补助这条经费，县政府讲可能敢会当请志工来毒蜂，毋过目前也是先协调消防局来处理。真的不行的话，我们也会来跟我们可能县里面的一些包括志工啊、义工等等的这些来合作吼。台东县消防局统计，今年1月份到8月份，毒蜂的勤务总共有546件，但那8月份都有227件。若是台东林管处今年到达，每件甲林道内10个直径80公分以上的虎头蜂蜂箱处理掉。林管处呼吁民众秋天若是去山区活动，爱穿浅色的衫，而且避免喷蜂水，随时提悬警觉，离蜂箱较远咧。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香港有名的导演柯安华昨昏参加威尼斯雅典，摕到终身成就奖。伊是头一个华人的查某导演摕到这个奖。伊是感谢各界对伊的肯定，伊嘛表示未来会协助少年辈的电影人，互因未来嘛会使摕到这个奖。来看《自由时报》。
法务部研拟科技侦查法，希望会当授权予执法单位透过灌入木马程式，对嫌疑人的手机内底摕到甲案情有关系资料，来当作证据，甲人定罪。比如讲，赖的电话会使监听，不过这是有侵犯隐私的疑虑，所以草案内底是写讲，爱犯本刑3年以上的重罪，而且爱法官裁准才会使用这个步数。来看联合报。公听会前委员长赵木钦防止矿工登记甲嘉禾实业的董事长洪某忠有无妥当的接触，互检察院弹劾。进一步调查发现，讲还有几个司法的检调高层嘛有牵涉其中，明显影响审判的公平甲独立。所以检察院即马要求相关单位要量早调查，向外界说明。来关心咱国内昨昏并无新增加新的确定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考虑到越南甲香港最近疫情有较严，所以甲越南即马调整做低感染风险的国家，那香港是调整做中低感染风险的所在。那短期的商务人士来到台湾，期间检疫时间嘛会使缩短到5天到7天。国内国出现零确诊，最高无新增加新冠肺炎确诊比例。全台湾确诊人数维持伫495例。若国内疫情有较缓和，考虑到越南甲香港最近2礼拜拢只敢若3个案，指挥中心讲，自即马开始，甲越南调整做低感染风险国家。短期商务人士来台湾居家检疫，只要15天就当自费采检，若是阴性就当改做自主健康管理。若是香港改做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甲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共款。入境国家检疫7天后会当自费采检，都是因为前一波里面，他们确实在确诊的案数有增加，那近来已经都又降回来了。另外，国内第485例确诊个案，就是今年8月初自美国返来台湾的10几岁无症状感染的少年。指挥中心讲，经过2遍的采检，拢无法度培养出病毒。显示个案已经无传染力，也证明就算是阳性检体，伫居家检疫14天后，无病毒也无社区传播风险。换句话说，他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具有传染性。所以在这个情况，请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政策就维持。若这个月底要举行的日月潭万人引导活动，指挥中心证实讲已经收到资料，不过主办单位无检附防疫计划书，会直接找主管机关谈。我相信这个活动也是相当具有意义，那也有它的一个时效性。所以我们也不会再去问，请他们再送防疫计划书，我们可能直接把体育署跟南投一起找来，大家坐下来谈。为着避免边国发生家里传染事件，指挥中心也定出边境加强稽查、建立追踪录像系统，抑个实名制传染加更认等3项把关程序。目前正由经济部加厂商协调，希望赶紧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的病例已经超过2700万例，死亡人数有8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是17495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4900多例，伫日本已经超过73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54万例，印度超过437万例，伫巴西是超过416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54万例，英国超过3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8万例。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美国，甲今已经有654万人感染，等于是每50个美国人内底就有1个人去获着。另外，第2严重的印度，确定病例已经有437万例。伫9月初8一天过一日，就加75000多个新的病例。美国当地初8，纽泽西的纽华克自由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快速检疫站。全球第1重灾区的美国，到初8深夜为止，全国累计确诊患者超过635万人，用全国3亿2800万人来算，等于每50个人就有1个人确诊。Which will reduce the turnaround time from 2 to 3 days, or as many as 5, down to 15 minutes once the test is administered.
伫美国9月劳动节了后，各大学嘛开始上课，互感染病毒的人雄雄增加。到7月为止，包括学生甲教职员确诊人数超过37000人。互部分州政府开始呼吁禁止学生聚会，接触过病人的人爱隔离。纽约州阁要求大学伫必要的时阵爱转做网络教学。而印度是伫7月确诊75800多人，有1133个人过身，双双创下了一天的统计新高。ना हम लोग पर्सनल गाड़ी यूज़ करते हैं सब कोई तो अपना अपना यूज़ कर रहे हैं ऑटो में ये कोरोना के कारण चढ़ना अच्छा नहीं है फिर सबको हम लोग अपना सेफ्टी के लिए अपना अपना हम लोग व्हीकल ले लिए 因为真侪民众无遵守防疫政策，为7月30开始，印度连续41天，每一天增加超过5万病人。过去13天，一日累计患者超过100万人，互总确诊人数达到428万人，嘛伫测试超过巴西，加入全球第2重灾区。在体育比赛方面，2020年宽发自行车比赛，捌对所有比赛选手甲工作人员进行检疫。虽然所有选手拢无感染病毒，不过赛程的总监普鲁多姆甲4名工作人员说是确诊进行隔离。当然，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嘛因为甲总监有密切的接触，爱接受隔离。但是中东国家以色列因为疫情继续拖，累计过身的人破1000人。互当局伫7月暗头开始，伫40个城市实施1礼拜宵禁甲关闭学校，为当地暗时7点到过灯工的透早5点，不准民众离开厝内超过方圆500公尺。民生用品的商店伫这个时间内底嘛爱关店，不准做生意。记者来上整理报道。英国的牛津大学甲药厂即马正在开发预防射，不过传出讲有人体试验者试做了后身体无爽快，所以这个研究已经成重点。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宣布讲，伊希望预防射会当伫11月初3美国总统大选进前来展现成果。也不过，美国专家否持讲应该无遐尔乐观。欧洲制药厂商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合作的新冠病毒疫苗，原本8月31日才进入临床实验的最后阶段。不过，有参加临床实验的一名英国志愿者，伫注射疫苗了后出现无度诊断出来疾病，必须这项研发计划必须暂停。阿斯特捷利康7月发表声明讲，这是例行性的暂停停输，来因应研发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状况。这款疫苗原本打算推出了后，会以真俗的价销伫拉丁美洲卖2亿5千万剂。即阵出现问题，也互疫情严重的墨西哥当局感觉真烦恼。Pues la consecuencia puede ser que se retrase el momento de llegada de la vacuna, el momento de presencia. 新冠病毒疫苗什么时阵应推出，愈来愈受到关心。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合作的研发计划，被认为是即阵世界各国疫苗竞赛领先者，要各界看好可望真做头一款上市的疫苗。英国 BBC 指出，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疫苗计划在全球各地实验室，即阵都已经暂停，会等待独立调查这个安全的数据。而计划什么速度恢复进行，是由卫生主管机关来决定。美国总统川普讲，希望在1月初3总统大选进前就使有疫苗来推出。对此，美国过敏症加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7月讲，11到12月进前，上侪感染知讲疫苗有效性甲安全性，要推出并且注射机会增加。投入疫苗研发的美国辉瑞药厂也表示，总统大选进前就疫苗通做的机会无悬。Of course, this is only a prediction. It is 60% the chances in our base case that we will have an answer by the end of October. An answer. And that is only an answer. Yeah, I was going to say, so that would be an answer to whether it's safe and effective, not an approval, not shots in the arm in October. Absolutely, yes. Yeah. Absolutely, yes. It is going to be if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另外，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7月讲，头一批由国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史普尼克5号，上紧在9月底就来到委内瑞拉进行临床测试。第二批10月也入境，到时阵也要求三委会，和所有要参加国会大选的候选人，拢必须爱先注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澳洲出名的黄金海岸最近发生鲨鱼夹死人的事件，有一个去耍雏鹰的游客，互鲨鱼夹断倒脚不幸过身。这嘛是黄金海岸62年来头一届发生鲨鱼夹死人的意外。鲨鱼夹死人的事故发生了后，案发地点黄金海岸的格林望海沙坡，目前已经暂时关起来。当局派直升机甲海顶的手灵艇要敲找鲨鱼的行踪，警方甲救生员嘛开车伫咧沙坡啊巡逻。
这个事件发生伫当地时间拜二晚5点左右，有看到的人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有看到一个较大的影，而且海照飞的方向敢若怪怪。迄当中有真侪人伫收水甲取影，海沙宝典馆嘛有佚佗的民众，尾手有人发现情形敢若无啥对动，所以赶紧来救人。Onto the beach, dropped my board, and sort of made my way in the water, just thinking that he'd possibly been knocked out by his board. I didn't actually know at the time that it was a shark attack, to tell you the truth. So it was a little bit shocking to see. 去互鲨鱼攻击的是一个去取影46岁的男性，伊的倒骹当场去互鲨鱼夹断去，取影棒顶管还佫有鲨鱼的气氛。救援人员甲伊救起来了后，发现伊受伤真严重，虽然紧急抢救，还是救无倒来。当地居民讲，这片海域确实常在看到鲨鱼出现。If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water these days, it's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come across sooner or later. A lot of guys my age and older, they've all seen sharks in the water. It seems to be a case of, 99 times out of 100 they do swim by. 顶一届黄金海岸发生鲨鱼夹死人的事件，已经是62年前的代志。从1962年以来，昆士兰有85个海域，拢有设阻挡鲨鱼的网仔，高龄网者嘛是共款。部分的民众认为讲，有阻挡鲨鱼的网仔的保护，耍水应该是真安全。不过嘛有人认为讲，这个方式有欠点，因为网仔会甲海翁或者是海龟填掉咧，致使保育类的海洋生物死亡。虽然发生这个危险的代志，不过当地民众表示，因伫事件过去了后，还是会搁去黄金海岸遐行踏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挪威的国会议员提名美国总统 Trump 去参加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Trump 今仔日伫推特庆祝家己获提名，嘛对外说多谢。来看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讲着讲，若阵北京稳准，明年有可能会来咱台湾访问。不过西藏流亡政府的高层官员讲，这也需要各种条件配合做伙。来看，为着防止中国偷摕美国的智慧财产权甲机密，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这礼拜已经撤销超过1000张中国人的签证。镜头转来台湾来关心，咱台湾和真侪国际组织挡伫外口。不过因为即摆咱台湾的防疫做甲真好，受国际肯定。昨昏台湾、美国、日本计共25个国家200多个防疫专家做伙伫线顶开研讨会，交换经验。Desde los inicios del brote, Taiwan como miembro responsable de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台湾防疫的成就，搁一届去互国际看到。找到台湾、美国、日本，还有瓜地马拉共同举办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区 GCTF 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武汉肺炎科技防疫线顶研讨会，真侪国家拢肯定台湾成功防疫的效果。We believe that this Taiwan model will serve a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now world-famous Taiwan model has been praised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unparalleled health outcomes, but also because of its foundation in democratic principles, most of all, transparency. 这场甲重点放伫运用科技来对抗疫情的研讨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先打话头，也若未少国家是肯定台湾对区域民主、甲防疫相关的贡献。超过25个国家，206个专家加入讨论。另外，佐立界嘛表示，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这个世界需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总统府发言人丁英江，和周刊时亚讲，伊咧做高雄新闻局长的时，发生无妥当的男女关系。伊嘛因为这件代志向总统请示总统府的发言人。总统蔡英文对这件代志并无加讲啥，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对伊的灾情表示真无彩，希望少年人做代志就爱谨慎。总统怎么看丁运公的绯闻？有评论吗？总统蔡英文听到问题随离开，总统府发言人丁武强表示桃色风波，有前女朋友出面指控伊伫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年代见笑代。丁武强讲，报道内容虽然毋是拢事实，不过伊个人的行为确实违反社会期待，催告请示核准。对他个人的才华跟个人过去也是很努力奉公，我是觉得比较可惜，这是。这样把这个无限上纲又要骂到那个样子，我是觉得不好，也不必。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少年人爱注意家己行为，
陈文强伫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年代，迄当阵的市长陈桥正甲伊提拔，要是做行政院副发言人，搁再转到总统府。这边因为个人的私德受外界批评辞职。另外，捌担任民进党发言人加前联部主任的吴俊彦，2018年太阳花学运4周年伫咧警政署判查，台北地区催告判伊拘役30天，会当一颗罚金3万。侮辱公署的部分，这个一直都是非常有争议、有违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法条，不合时宜的法条，然后用来整肃政治异议者或社会运动者，我们当然是并不会服从这样的一个判决。大家讨论是应该是会再提出上诉。吴俊彦进前伫咧社运圈有名，2019年被招入去民进党。不过，伊讲以前的这款行为，民进党内拢正清楚，也未改变伊对太阳花学运的立场。除了吴俊彦以外，一个大概5位学生，也因为伫行政院判查，被判拘役30天。专案会当搁再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搁掠到有囝仔是台湾做的喙暗仔，这是桥头的地检署进前接到警方的证词，讲有业者对中国甲越南进口一般的喙暗，加工了后，囝仔讲是医疗用的喙暗，检验去超嫌犯的公司，涉案的负责人即马是涉嫌诈欺，嘛已经互法院收押。检警调查，这个涉案的负责人对今年7月份甲中国甲越南买一般的喙暗，伫咱台湾加工了后，加囝仔做是医疗用的喙暗，甚至搁伫外口当 Made in Taiwan MIT 做的，还有卫福部的医疗字号。检警去敲仓库了后，即马嘛要调查，搁有偌济假的喙暗，即马走入去市面。嘉义有一个要去做兵的查甫人，伫咧入伍进前，无甲军方讲因兜有人伫居家检疫，到营区才讲出来，地属甲伊坐公车的28人，即马拢爱加开。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中央政府并无规定讲居家检疫者的家属嘛爱做伙居家检疫，这是军方家己的规定。所谓越南挂水暗伫咧体育场听令名宣导，市政府人员甲军方一直确认因的出国甲接触史。不过，嘉义一位26岁越南无事先讲，伊的哥哥自西班牙返来台湾，正伫咧居家检疫，一直到营区才讲，造成嘉义共车28个人爱甲大部队分开操练。伊家己是家长领回。市政府有当面询问他2次，一男并没有主动告知，他交给我们的自主健康管理表，上面有他的亲自签名，他们写的都是5。本来伫咧初八要去嘉义场去做兵的这位越南，民政署讲，伊伫健康声明表内面并无写接触旅外人士，2边磅体温拢无到37度符合规定，也无任何上呼吸道的症状，才顺利上车去营区。迄当阵在场的一个嘉义市长黄敏惠亲自送电话卡给越南。黄市长呢，在跟这些役男接触的时候，有全程戴口罩，而且是在户外通风的地方，接触的时间也极为短暂，是小于15分钟。所以呢，我们市长目前是不需要接受居家隔离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卫生局讲，越南的各个目前是居家检疫的对象，唔是确诊个案，而且拢有做好居家检疫。甲伊接触的人，或者是带做伙的家属，是无需要居家检疫，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对军方甲越南接触过的新兵分开操练，疫情指挥中心讲，这是军中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东县的消防局昨暗伫台东的一位仓库超出大量的炮瓦甲烟火，已经超过管制量。这个仓库无下管理规定，所以爱互开罚单，负责人上当会罚30万。台东县的消防局昨昏接到报案，讲这个铁皮厝的仓库内底有真侪金纸、炮瓦甲烟火等等。经过清点，发现炮瓦烟火这火药已经有37公斤外，超过管制量袂使超过5公斤这个规定，所以已经违法啦，上悬会罚30万。来关心花莲县伫拜三下晡发生大停电，包括花莲市吉安乡有6个乡镇，超过14万户受影响。停电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毋但交通大拍夹，嘛有民众掉伫电梯内底。台电是表示讲，初步了解应该是去雷公卡着高压系统在故障。突然间就大停电了。餐厅的员工无用咧处理食材，光源所敢若有窗仔外的自然光，遐若室内咧食饭的人客是举手机仔出来笑。
花莲县初到下晡1点59分，乡乡停电，包括花莲市、秀林、新城、吉安、寿丰、凤林等等的乡镇。差不多半个花莲县停电要10分钟，超过14万户受到影响，占花莲县7成用电户。这有影响到生意吗？当然啦，没有电我怎么做啊？现在每个地方大家都不能营业，生意都不知道怎么做啊。无电通好用，袂少店头伫咧怨叹，无冷气通出的便利商店门是开开，民众坐伫咧内底一直热风，交通号志嘛无电袂显示，遐若路人的车经过路口拢会豆豆驶。另外，还佫有发生4件民众受困伫咧电梯内底的事件，家宅拢有救出来。那我们那个特高16万1的线路有停电跳脱的情形。14点06分的时候，绝大多数大概是14万0856户已经恢复供电。这届花莲大范围停电，经过花东供电处修理了后，差不多10分钟至20分钟电就来啊。因为凤林镇下晡捌单雷公，台电勘查了后，初步判定是因为雷击，所以地属凤林到寿丰结果爱系统故障造成跳电。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家长即马出面指控讲，台北市树林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内底老师唔但会拍囡仔，嘛会恐吓囡仔。幼稚园的负责人张下晡出来回释咧，嘛强调讲，会拍囡仔的2个老师已经无伫遮食头路啊，希望教育局甲社会局嘛来协助调查。什么时候打你的？每天吗？下课的时候。那是哪个老师打你？家长陈小姐帮家囡仔对话录音，表示私立凯斯幼儿园伫2017到2018年之间，至少有2位老师用车拍囡仔。我女儿都是用这根棍子，比这个宽一点点，厚一点点，就一直打你，一直打你，打手。我女儿跟我讲说，她被老师恐吓，说你如果讲出去，你爸爸妈妈会死掉。还有另外一位家长卢小姐，伫家己囡仔脚黑青的相片，讲过去伫咧凯斯幼儿园和老师不当管教3年。有多位小孩后来家长试着去问出更多的事情，才知道有小孩吃得太慢，老师会把他们拖到隔壁班，在拖行的过程中，小孩子反抗就会撞到。小孩子上完厕所洗手回来，老师会闻他们的手，看有没有肥皂味。有小孩因为老师闻不到他手有肥皂的味道，就会从抽屉拿出像这样子的剪刀，叫他们张开嘴，舌头伸出来，说：“你下次再骗我，我就剪你的舌头。”伫初高早起，市原陪10几位家长开记者会，指控教师涵过行为。凯斯教育机构董事长王永煌下昼也开记者会向家长道歉，讲2位涉案老师已经离开，因个因未包庇也未闪避责任。陈老师的确在有些事情上面是踩到我们的红线，于是我们就立即的将他开除。老师对孩子这个管教的问题，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向我们的家长说声道歉。王永煌讲，涉案的陈老师迄当阵有心，因过有心唔是借口，以后会注意老师是毋是有把个人情绪转移到囡仔身躯顶。另外一位老师是讲话较大声，因过家囡仔斗阵了袂歹。开始另外也互人指控不利用按经上课，闪避稽查。王永煌承认过去确实有超收，因过即马无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向上头来看，咱台湾的地球品种真济，因为海拔关系、气候的收敛有种差，所以地球的气味嘛拢无同。咱来看南投有一个少年农民是打这茶甲中华花淡的望年花来做花香，这个花茶伫比利时比赛，今年有得奖。认真有耐心地处理茶米，伊是陈尚川，大约伫10年前返来故乡接触来做茶事业，而且拍拼求新求变，伫种侪茶米的气味中，烘出特殊的香味。嘛，会伫今年的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赛中，摕到饮品地球类的2星奖。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让它有足够的一个量下去熏制它才有办法去焖出它这个花香，对，然后还要变成说次数也要再增加，对，那在体力上啊，然后还有这个时间跟这个烘焙的这个成本啊，会比较重一些。
前北区的土是红土，而且气候嘛真适合地树的生长。为着要将家乡的好地推广出去，陈上川甲太太改良试验，用前北区出产的好地，加上花坛的茉莉花，烘出来的气味特殊清芳，嘛受到国际肯定。透过一个国际性的评比呢，能够让我们视野更宽广，而不是说只有在当地台湾的比赛。那可能我们就是着重在台湾的口味上面的精进嘛。那透过不同的像米其林主厨他们那些国际的那一些的鉴赏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风味是可以多元化的。因为在松柏岭来讲，都是以茶为主，你一定要想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啊。算是茶的特色，以及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累积多年的烘地经验，让陈上川头摆参加比赛得着奖，厝内底人嘛替伊感觉骄傲。陈上川表示，未来继续打拼，开发无同款的产品，让台湾地的好气味传千里。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南投溪池，遮有一个种咖啡的农民，伊自本是做槟榔的大盘。伫50岁迄年，无意中啉到厝边斗种的咖啡，全好介意这款芳气，决定讲要来种咖啡。今年已经60外，嘛连续3档摕到日月潭精品咖啡的头顶，变做咖啡的牛人。南投镇溪池乡的咖啡农陈添阳兄弟冲咖啡，伊种咖啡豆已经15档啊，对叶肥、接花、挽豆、桂茎、桂香，逐项伊拢真内行。啉到伊煮的咖啡，众人是拢学了解特质，很浓郁的感觉，嘴巴还有果酸的味道，花香味，然后会回甘。对陈添阳的脚步行入去伊的咖啡园，所有看会到的树丛，拢是用树花即树尾方式成长。伊讲安尼发出来的树花，就较够适应环境，会当抵挡病虫害。陈添阳也说出种咖啡豆伫咧落肥的时，就有一个美感。咖啡就是爱矿物质的，你矿物质较悬吼，伊的豆啊较甜较甜。它是一个蛮特殊的庄园。非常厉害，非常令人敬佩哈！包括它轮收、轮种砍头、嫁接。11当前，陈添阳对卖槟榔转种咖啡，即马伊60外岁啊，毋若小煞3年，摕到日月潭精品咖啡的头顶含得顶奖。即阵伊也继续开发新的品种，要主张继续用较低温度来烘豆仔，互豆仔内底合作劣关酸这种天然的化合物，伫咧分解了后较袂涩、袂酸，互人啉会到咖啡的原味，也兼顾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平湖的南东当地人合作造人这所在，因为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船仔袂使驶入去参观。也毋过平湖县政府伫面册表示讲，已经甲海关处当地研究讲要来开放观光，目前双方已经有共识，上紧明年就会使开放。这个伫海中的天然海石洞，日头光自顶头的洞中之洞透入来，照伫咧海水了，规个变做宝蓝色。中间有一个比较亮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光束射下来的。因为惊若石头落来会有危险，所以这个所在伫民国97年，和平湖县政府正式列入自然保留区了，出入拢爱管制。赖文勇县长是认为，因为国外也有类似，像蓝洞这样的一个海石洞，那有开放给游客来观光。那我们希望借由蓝洞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美景。开放之后，可以为我们澎湖带来更广大的一个观光效益。平湖县政府协调过几多遍，这个总算甲海关处达成初步的开放共识。除了会建造特别的船，也互游客有安全的防护，游客人数也会管制。也若是船长甲服务人员，也优先找当地人来做，保障工作名声。也希望澎湖县政府农渔局跟海管处合作，在人员跟环境保护的相关的配套都达到一个有秩序还有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来讨论这个事情。南洞是伫咧平湖南方速道设计师北边的一个海石洞，除了有正壮观的现武园，洞内蓝色的海水就敢若宝石同款，是上大的特色。平湖县政府希望上紧伫明年会当开放观光，吸引全世界游客。记者综合报道。
蔡北岸伫苗栗第三线有一只5、6个月大的公的石虎囝去互车咬死。若甲去年比，去年有24件，若今年甲单只有6件，毋过今年互咬死的拢是幼囝较侪。去互民众刷去路边的一只公的细只石虎，敢若有5、6个月，头壳破去，嘛无发现因妈妈。苗栗县农业处伫蔡北暗时9点40左右接到民众报案，疑似有一只石虎倒伫咧苗栗第三线139.5公里向南边的车路顶悬，了后随派人去现场处理。在路杀的位置是在那个快车道，接近中线的地方。那现场的话，就是应该可能是因为连续的弯道，那车速也过快，以至于这只石虎遭受路杀。可能就是年轻个体他的捕食利用，或是他的经验比较不足。今年8月，伫咧苗栗倒兰镇苗140管道28.2公里附近，石虎伫咧路面死亡的案件，甲即个伫咧第三线的拢是真细只的。苗栗县农业处研判，可能甲掠港的细只石虎的技术还未真发展有关系。若今年1月份到单，苗栗县石虎伫咧路面死亡的地点，有湾里的苗121管道、苗栗市的第6线、大湖62乡道、西湖第1线、倒兰的苗140管道，还佫有大湖甲倒兰之间的第三线，拢总6件。甲去年24件来比，有较减少。长期观察苗栗石虎的研究团队指出，伫6个石虎较常出现的所在，设置廊道、甲网仔等等的措施，有发挥部分的效果。在作为这些廊道跟通道的改善跟围网，的确有观察到一些。似乎因为围网阻隔，他没办法穿过马路，但是他会使用附近的通道。几笔案例数，我觉得或者变化数上，我觉得比较难去关联到这些族群的分布跟数量的变化。苗栗县农业处表示，目前相关石虎伫咧路面死亡的案件，敢会当加做石虎族群因的变化甲活动范围改变的推论，数据也无够用来做科学的分析。记者综合报道。2020台湾文学奖台语小说的得奖人陈正雄，伊今年58岁，伊用台语写作已经20多档，写过侪诗，嘛出版过侪作品。这摆得奖的台语小说或者毋捌的，描写伫这片土地常常互放袂记的人，伊希望用武器会当来透过书写一直传落去。我毋若讲尔，我要去写，我要互咱的母语。互人知影讲，咱的母语毋是生活的语言尔，毋是粗俗的语言尔，伊是一个有水准的，是一个文学性的一个语言。行伫台南市王玉德纪念馆的走廊，有红砖啊，有水池，也有凉亭，看过去真有古味。得到今年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台语小说类头名的陈正雄讲，王玉德就是刺激伊有台湾意识的重要人物。看到王玉德伊写的《苦闷的台湾》，就是咱台湾真正过去的历史，真实发生的啥物事288白色恐怖，迄写出来，伊一世人的主张爱讲家己的母语。语言是咱民族的灵魂，受到伊这款的影响所以感觉讲，安尼我若用台语来写我的文学作品，我是感觉讲我会使安尼做。陈正雄对1998年参加台语演习班，过来参加台语读册会，也去台文笔会，用母语写作20多档。陈正雄写过侪诗，也出版袂少作品。迄阵的老师比如讲黄景的老师，伊本身嘛是作家。所以，就鼓励讲，咱除了讲以外，咱会当来写作。等到尾啊，咱去开始写的时候，感觉讲，会当试看卖啦吼，我家己的感情啦，对土地认捌啦，对咱我迄款感情，咱得表达出来，所以开始来较接来写小说。这回陈正雄得奖的台语小说作品，这篇毋捌的也受到台语前辈的肯定。伊这小说方式，我若毋是咱用较现代式的迄种的表达的方式，乡野的传奇的迄种的艺术的迄个所在，要互你了解讲人生世事内底你听去甲归纳出精神的现象。伫咱生活当中一个足卑微的人物伊嘛有伊的人生啊，所以我变得我要去注意讲，咱一个小人物伊咱这个土地实实在在，伊生活的过程，伊毋是讲足正赢，毋是讲过了足好，毋过伊嘛是一个活跳跳的生命。
今年58岁的陈正雄讲，伊的创作拢是伊成长的点点滴滴，也是传承母语的卡热。伊也望未来有更较侪后辈同齐创作，提高台语文学作品的品质甲数量。记者阿敏真对台台北台南报道。新北市阳光国小内底有保留一座72年历史的三合院，本地是人的人家厝，后来变做学校用地。那这间三合院嘛有互人保留落来。经过整理，即马有学生囡仔就古早味的三合院上台语课，咱嘛做伙来去。台语老师当个教学生讲台语，详细甲看，这间教室甲一般的学校真无同。行来外口看，更加特别。新北市阳光国小校园内底竟然有一座传统的三合院，边仔有囡仔学生抵达古早的水车，大家真欢喜。来这上台语课的学生，感觉就亲像倒来阿公阿嬷的厝。就特别的啊！下课的时阵嘛，拢会当来遮耍，啊嘛拢会感觉是。就是阮来遮耍的时阵，拢会感觉是教阮，就是是有去阿公阿嬷因阵住的所在。我和我朋友下课的时阵，都来遮耍。囡仔是伫个环境当中啦，因为咱对话就是甲平常时。古早时代，咱就是即个环境，甲咱中辈嘛是伫即个环境，生活就是用水、用食、用穿的，拢是伫遮。就互咱囡仔就感觉讲咱来到遮当中咧，就会融入的当时的生活，就是咱生活当中来讲咱的语言。校长讲，这间三合院当初学校还未起的时阵，就第一遮，后来经过讨论，决定要甲保留，正只要是有乡土课程，拢会安排第一遮上课，嘛变做学校的一项特色。我们社区这些人，他其实对这个老宅是有记忆。那当每一个人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以说故事，说他小时候的经验，那可以把以前的这个小时候的故事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座有72年历史的三合院，今年得到教育部美感再造计划第优奖，嘛是。得奖名单内底，唯伫都市内底的学校，不但是真属是学习抢约，嘛成为上有宁静美的校园风景。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受疫情影响，即阵无法度坐飞机出国佚佗，所以最近国内旅游热扑扑。伫宜兰的鼓山岛有牛岭海，最近这个所在是真清的景点。为什么号做牛岭海？咱做伙来了解。蓝色的海面有一区是牛岭色的，这是宜兰鼓山岛瓦骨头附近的海域，这出现真特殊的景致，嘛是最近真清的旅游景点。这片牛岭海是比正常的海水还佫较酸。一般海水的那个 pH 值大概在8左右嘛。以龟山岛那边，因为它下面是有火山热液活动的一个环境，它可能就会比较酸性现象，但是它的酸大概也在6点多左右。一般雨水来讲话，大概也6点多左右，它成分里面有硫化氢的味道，基本上就会比较来得重一点。因为海底热泉喷出来，所以伫个牛岭海的所在，还佫会当闻到硫磺的味。研究人员佫伫个水里发现特别的细菌，真有可能会进行高效率的化学固碳来维持热泉生态系。另外，这个水流真复杂，水流的速度会当达到1秒钟70公分。虽然流的速度真紧，不过因为受到潮汐现象的影响，所以牛岭海袂去风冲散去。种种的特殊性，加上鼓山岛离台湾无远，长期以来拢是学术研究重点的地区之一。崩塌作用其实长久以来，这个龟山岛的周边可能会遗留下很多的所谓的碎屑流，或者是崩塌的这些痕迹。对生态人来讲，它就比如很多年前大家都已经在做怪方蟹的研究。不管是在灾防上面，或者是环境生态上面，这个区域在台湾地区来讲，都展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鼓山岛火山的特性是以水底为主，干那看骨头附近4公里的海域，都有真侪海底热泉。因为牛岭海的范围会甲潮汐、海流，还有海底热泉喷发的量有关系，所以袂一直维持同款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铁人三项这款运动对一般人来讲无简单，若对侪岁人来讲应该是更较困难。毋过伫日本有一个才甲87岁运动员稻田宏，2年前伊以85岁高龄完成比赛，拍破世界纪录。即马伊按算要挑战明年的比赛，要赢过家己的纪录。穿运动衫加专业的跑鞋，铁人三项的运动员稻田宏开始逐工的训练课程，骑脚踏车。来年のハワイの世界選手権アイアンマンのね
これに、絶対出て、でその世界最高齢完走の記録を。今年87岁的窦天虹，过去为了要照顾破病的看手，感觉家己运动量变少。60岁开始学游泳，65岁退休时阵开始接触铁人3项的比赛，69岁买脚踏车开始训练，70岁参加人生第一遍铁人3项比赛。伫因看手过身了，所有时间拢伫咧传这项比赛。76岁，伊去夏威夷参加人生第一遍的铁人3项世界锦标赛，却因为超过限制时间，无全程完赛。一直到80岁，才第一遍甲全程走线，只敢若差5秒就让伫咧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2016年，伊83岁，用16.49分钟12秒的纪录完成铁人3项比赛，是今世世界纪录全世界完赛上老铁人。途中で嫌になったらやめてもいいわみたいな感じだったんだけど、もう絶対やめられないという、絶対ゴールしないと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みんなにすまないというね、そういう気持ちがずっとあったもんだから。85岁时阵，伊阁用16.53分49秒的纪录完成比赛，创新家己的纪录。即马伊是逐工透早4点半就起床，6点去游泳池训练，希望明年阁再挑战创新家己的纪录，而且会当一直比赛到2023年伊90岁。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拖全世界，日本有一对打结婚的新人去非洲蜜月，雪条伫当地无法度出境。结果，这个翁婿利用伊高摄影去甲人换食的换大的，嘛意外成做日本的奥运大赛。温暖的日头，海线波看到底海水，海边啊美丽风景，互人看了心情就真好。日本一对拄结婚的翁仔某要环游世界。伫咧到非洲岛国维多角时阵，煞拄着疫情，机场关起来，无法度离开。At that time, Cabo Verde doesn't have corona cases, so we think we have to stay here more. 因为无工作签证，为着要免费换加大，片工开始用家己的专长摄影，伫 IG 发表真侪影片甲相片，生理就开始来找伊，就连维多角奥委会也开始注意到伊。They want me to be ambassador of the Olympic team from Olympic team of the national Cabo Verdean。有人因为疫情调伫咧国外，有人因为疫情期间无法度出国，伫家己出来营造旅游的气氛。南韩就民众家出来变做巴厘岛或者是诺亚区。 저희가 작년 이맘때만 해도 작년에는 필리핀도 다녀오고 다낭, 뭐 괌 이렇게 여행 갔었거든요. 그래서 아이들 이제 내년에는 또 더 좋은 데 많이 가보자 했는데 코로나 때문에 이제 아무 데도 못 가게 됐잖아요. 너무 안타깝게 생각해요. 这对南韩翁仔某用电椅啊、茶的家具、菜一丛树啊，建造出荷兰风格的灶卡，困房是巴厘岛的气氛，也有夏威夷风格的客厅。这边的度假风不但是和家具公司协力，连诺亚装备公司今年4个到7个港机的销售额也比去年增加51.6%，表示疫情后时代旅游模式可能会慢慢改变。记者综合报道。 受疫情影响，即马东京奥运延到明年才要举行。学者即马是烦恼讲，毋若爱烦恼疫情尔尔。日本即马热天愈来愈热，对选手甲观众来讲嘛是折磨。日头真美是热热热，9月份东京的街仔路也是真热。日本今年热天一直出现高温的记录，东京嘛同款。咱若即款的天气，恐惊会真做明年奥运烦恼的代志。 If the weather will turn out like right now, or just like last year, then it's going to be a nightmare. 东京奥运筹备委员会顾问，也就是东京大学的教授邢长真，分析数据了后发现讲，东京7月份因为雨季延长，所以较凉，平均气温是30度4，不过8月份却达到30度8。那明年奥运要是这么热，选手的负担会真大，而且毋若高温，嘛要考虑到湿度。若是天气湿搁热，毋若影响到选手的表现，对观众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 Even indoor games, until you come into the auditorium, you have to wait outside for a couple hours sometimes, and especially if the security check level will become higher, then you have to wait in queue for
1 hour, 2 hours under the sunshine doing nothing. 伊认为讲，明年东京奥运应该要延到11月份，互选手甲观众拢会当伫舒适的天气来参加比赛。因为奥运嘛，毋是无改过举办的时间。1964年的东京奥运就是伫咧10月份举办的。不过，国际奥运委员会认为讲，奥运的时间若一再延后，会甲其他比赛的时间相绑，电视转播嘛是一个问题。目前也是预期伫咧7月份来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仔的天气暗时开始会凉冷，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白露汉字写作白露，罗马字写作宝诶白，罗乌罗，白第8条。露第7条，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这个时阵的透早时啊，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叶啊顶悬拢有真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气温初低，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所以这季来到白露，早暗会较凉冷。加日时的温度真差较济，弟弟妹妹，你若日时啊足热，穿较少啊，早暗都爱加套一领衫，较袂去冷着哦。白露这个季季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雨季拄过，稻啊需要露水。才会有够野的水分，通顺势大长。俗语讲白露草甲地后，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较无雨水，草啊就会自然孤单。伫白露这个季季，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一天，透南风，像安尼。安尼，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涂骹不时就会澹澹。有一句俗语，白露南，10日9日澹，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会使记起来，等白露迄阵啊，观察看卖就知。白露即阵嘛是油啊、鱼啊、来啊、加卡白笋。当咧大出的时，还阁有桂花，这时嘛开甲真水，市面开始咧卖月饼，一面食好料，一面赏花，真享受。钓、白露、露水、猛冬、挂龟、白露草、
家己后，白露蓝，10日到日淡。早暗凉凉，爱记得加套一领衫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